啊，係，講漏咗樣最重要嘅嘢，就係我5月7號第3日嘅午餐，就係食翻我本身喺第一日應該6點至7點要食嘅嗰個種。因為我之前都講過啦，就係話我想禁食時間去到8個鐘頭，所以咧我就走咗去 M 記食早餐，咁所以冇食到個種，咁冇食嘅種咧就留翻喺第3日嘅午餐啦。跟住咧，佢就斟咗杯橙汁俾我。咁我心諗，喂，我唔係咪橙汁咧，定唔知咩汁咧？即係佢整咗個飲品俾，整咗用水果整嘅飲品俾我，唔記得係咪橙汁。跟住我心諗，哇！我仲有杯芬達未飲喎，唔係應該飲埋杯芬達先咩？但係佢完全隻字不提。去到晚餐嘅時候，我問，哇！我杯芬達去咗邊啊？佢先同我講倒咗。哇！你真係〜你抌我嘅嘢，永遠都係唔通知我，亦都唔問過我嘅。好啦，時間嚟到甜品，即係5月9號啦。之前咪講過話喺公立醫院咪預約咗下年3月就係睇專科嘅，咁啊取消啦，梗係我都做完手術咯，睇做乜鬼？取消預約。去到5月12，有冇講漏咧？睇先，睇有冇嘢講漏先。啊，我記得啦，我有嘢講漏。因為我喺5月7號嘅嗰日早餐咧，咪叫咗個叫 Tree Top 嘅蘋果蓉杯嘅，到最後係帶咗翻屋企。第二點要講嘅就係、我咪叫咗2杯凍檸檬茶嘅，佢俾嘅檸檬嘅片數係比較多嘅。比平時多好多，可以睇一張圖就知嘅。跟住開到嗰個醫生要求我去喺5月12號覆診嘅，咁啊睇個傷口啦。有樣嘢我講漏咗，我咪之前我個傷口咧就貼咗4塊長條形嘅膠布，再加1塊大膠布嘅。咁期間我已經意外地喺瞓覺嘅時候甩咗1塊細嘅膠布。大嘅膠布喺之前咧都已經甩地㗎啦，不過去到5月11就甩得好嚴重。我心諗，哇，仲有嗰幾個鐘頭，不如頂埋佢先啦，即係甩咗大概一半啦。咁我諗住黐第3塊膠布㗎啦，但係我心諗，喂，爭幾個鐘頭啫喎，頂埋佢啦，頂到5月12號見醫生啦。咁如是者就去到10點18分。今次係空無一人啦！今次如果醫生嚟到嘅話，第一個應該係睇我嘅啩。咁先後有3個病人入咗嚟，去到11點19分，醫生到啦，真係第一個睇我。醫生到睇完，前後唔夠10分鐘，即係我睇醫生嘅時間唔使10分鐘嘅。我本嚟都以為醫生咧會貼1塊新嘅膠布俾我，點不知佢直接幫我解除封印，成塊膠布搣咗佢。跟住裏面咧本身有4塊細嘅膠布啦，之前我發現到有1塊甩咗啦，另外3塊咧不翼而飛唔見咗，應該係我喺唔知幾時跌咗，我唔知。咁總之你唔使貼膠布噶啦。佢問我點講咧？沖涼可以沖，即係沖涼可以沖，不過千祈咧就唔好熱水就掂到個傷口，即係直接淋個傷口，就要避免呢樣嘢。跟住我就問醫生，咁我幾時先可以用熱水直接沖個傷口啊？跟住然之後佢又話，其實你而家已經可以噶啦。我心諗，喂，你邊句先係啊？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，不如我同自己講3個月，因為醫生都同我講嘅，做完手術之後嘅2至3個月內係唔可以做球類嘅運動嘅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就同自己講3個月內我唔用熱水直接沖個傷口咯，咁就應該係最穩陣噶啦。講起球類運動，大叔 Pizza 問我話：咁乒乓波得唔得啊？到最後呢個問題嘅答案我都係唔知嘅。
我冇問過，亦都一時間記唔起。即係所謂球類運動嘅意思，包唔包括乒乓波咧？唔好意思啊，大叔 pizza，我答你唔到。跟住下一步要講嘅就係、要攞藥。本嚟其實就冇藥要俾我嘅，但係我就要求話，喂，我個傷口仲痛喎，咁所以佢就俾止痛藥我。但係佢俾嘅止痛藥咧係另一種嚟嘅，好似唔使飯後服添，使唔使都唔好記得。即係總之佢嘅服用條件咧係寬鬆咗嘅。另外我同醫生講話，呢兩日住院，同埋都冇話呢兩日，呢幾日咧我係完全瞓唔到覺，冇覺好瞓。咁所以醫生咧就開咗10粒安眠藥俾我，一粒真係好犀利，真係會斷片。比起嗰啲咩公立醫院開嗰啲即係之後皮膚科會開啲眼瞓藥俾我咧，比起嗰啲眼瞓藥好多，即係個效果勁好多。仲有冇嘢講咧？有啊，5月12號睇完醫生，好啦，攞完藥啦，俾埋錢啦。跟住我第一次去呢一間診所睇完之後咧，我係揾就近嘅大家樂去食飯嘅。但今次我都係幫襯大家樂，但係我唔喺就近啦，我係翻到我自己屋企嘅附近，我先至食嘅。唔知係咪做完手術嘅關係咧，就影響咗我嘅食慾，所以咧我就叫咗一杯鴨屎香檸檬茶。又係睇圖就得㗎啦。俾我嘅感覺，但因為鴨屎香檸檬茶咧，今次係我第2次飲嘅。第一次應該係我喺4月唔知幾多號，即係去科學園嗰一日。科學園好似得1日啫，嗰次 SCX03，即係嗰一個活動完咗之後，我就去咗某一間餐廳，咁啊飲咗杯鴨屎香檸檬茶。俾我嘅口感咧係難以忘記咯，難忘嘅感覺咯，係普通檸檬茶俾唔到我嘅感覺咯。喺呢2次都俾到我咁樣嘅感覺，所以我就迷上咗鴨屎香檸檬茶。就係咁樣。下個要講嘅係5月13號，就唔係要睇小腸氣手術，而係睇皮膚科專科。今次有大嚿錢啦，可以去睇啦。不過獅子開嘅大口咧真係好大，80蚊加到2嚿半，15蚊加到80，所以咧 total 本身2嚿水之內可以解決嘅嘢咧，要花成幾乎一隻金牛先可以解決到。仲要因為其實我係夠錢俾入場費，即係個診症費。我唔夠錢俾醫藥費，因為獅子開嘅口真係太過大，所以我記得嗱，呢日係星期3啦，我去到唔知星期4定星期5，我先至特登要坐車翻到去多1日，我去攞藥。跟住啲藥咧係好重嘅，係一盒一個紙皮箱咁大嘅，即係類似又係叫工作細胞。紅血球捧住嗰啲大嘅紙盒咁大個，即係個尺寸大概係以紅血球捧住嘅紙盒咁大咯，好重嘅。喂，重到咁，喂，你顧及下我傷口啊！我而家個傷口唔適宜搬重嘢㗎，即係咁樣玩法。要我由診所跟住就搬到唔知醫院定診所啦，即係專科啦，總之。就捧到去地鐵站，跟住坐地鐵，然之後咧一定要坐小巴㗎，唔使諗。你唔坐小巴嘅話咧，真係玩死你。仲有冇嘢補充咧？當晚5月13號嗰個午餐我飲咗紅豆冰咯，另外食咗依樣嘢咯。但係其實我覺得紅豆冰真係唔划算。我倒不如要杯檸檬茶好過，因為紅豆冰咧，佢大概個 size 就係應該係中汽水，好似係中汽水定細汽水，唔好記得。
但係如果你計埋紅豆嘅話咧，其實係大概4汽水，甚至可能冇添。我想飲嘢多過食嘢咯。而家天氣咁熱，梗係飲凍嘢好啲啦。最後最細微嘅補充就係、我喺5月15號用晒醫院俾我嗰支木綠露嘅嘢，係呢一支其實好細嘅啫，不過我都要去到5月15號先用得晒。跟住5月17號我先可以用晒呢一支咁嘅細支嘅牙膏。我比較中意呢隻牌子其實。好啦，冇啦，要講嘅應該講晒啦。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各位。